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19章1到25节。在这段经文延续13章到23章，讲到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预言他要审判列国。上帝透过审判的手段，要让人回到他的面前，这才是上帝作为的目的。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，享受在他的赐福中，而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。可是面对失落的一个状态，人他就是不来寻求神，神就兴起环境，让人有机会回到他的面前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讲到对埃及的审判，埃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在这边说到了3个，一个就是他们在国内会有内战，人跟人彼此来增进，增进到一个程度，就是竞争到一个程度，是他们求助无门，只好向偶像来求助，甚至向什么来求助呢？向鬼魂来求助，表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人帮助了。另外一个呢，讲到是经济上的他们经历到经济上的这个败落，尼罗河的水它就枯干了。尼罗河在当时的定期泛滥，带来埃及的富庶，可是枯干了，就代表他们已经没有这些农作物都会枯死，或是没有办法长好，他们的经济就在这个地方跌落谷底哦。那在这边讲到第3个是他们没有好的领袖来领导，在这边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先进的，以为自己是聪明的，可是上帝却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领导人民走错了路。本来应该要领导国家，反而让国家动荡不安。在这里有个形容词，就是说他们就像那个喝醉酒的人，然后他踩到他自己吐的东西，然后他滑倒了。他们领导国家也就像这个景象。不过在这段审判的话语结束之后，上帝很快的就透过以赛亚先知讲的是，到那个时候，上帝的审判是一个手段，不过他真正的目的是到那个时候让人来明白。第一个是埃及的人，他们会开始有感于上帝他的存在，他们会害怕，会战惊恐惧，他们想到上主万军的统帅怎么摆布他们的命运，他们就都惧怕犹大国，因为犹大是上帝的子民。这对当时的读者犹大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强心剂，因为他们面对强权就在旁边，他们只能依靠神。先知以赛亚就是要提醒他们要来依靠神，不是依靠人，不是依靠周边势力跟这些国家。而埃及呢，他们在未来在那日子的时候，他们要讲希伯来话，在那日子的时候，他们要一起在埃及的这个地方建立祭坛来敬拜主，甚至在后来呢，他们要跟亚述一同来敬拜主。而那日子一到，以色列将跟埃及和亚述并驾齐驱，这3大国要使全世界的人民蒙福。上帝他是应许我们，上帝他将他对我们的赐福已经放在我们的面前，透过上帝的话，在第25节更是讲到一个很理想、很美好的景况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要赐福给他们说：埃及我的子民，亚述我的创作，以色列我的选民，我要赐福给你们。我们看见了吗？当我们经历了一些挑战，甚至我们好像落入在那审判中，这还没有结束，后面上帝早已预备他要赐福给我们，我们要赶快来就近他，我们赶快要来到他面前跟随他，我们要赶快到他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就会知道，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，靠主我们能够得胜，因为上帝是应许要赐福给我们，而且他的祝福不是只有给他的选民，而是历世历代的人，而是万国万民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要定义要赐福我们的，不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不论是犯罪的人，不论是回应主你的人。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得救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人事物，好叫我们
不失落了那个让人得救的机会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就要先经历在主里面的赐福，让我们回转向你，让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来盼望主啊，你要拯救不只是一个人，更是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家族，更是求主来赏赐雨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。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